继续要来看这个澎湖的花火节，后个月要来举办，除了会来放烟火，阁会利用到无人机来打造迄个大道的角色熊大家族。这真受欢迎的这个熊大的家族，会伫空中甲大家来见面。 天顶的烟火加上真有气势，音乐民众摕手机直直咧翕。今年为疫情无办的澎湖花火节，会伫今年4月回归，甲叫到热天暗暝点活动。 澎湖花火节进入20周年，今年阁和通信软体合作，除了烟火，阁有真受欢迎卡哇伊大道的角色，会伫天顶和游客拍招呼。是500台无人机所打造的，阁加上重量级的歌手来唱歌，包括动力火车、台语歌王徐富凯和文慧茹，要互澎湖愈换愈闹热。 除了互人期待的澎湖花火节，当年起真侪游客来的宜兰绿色博览会，这礼拜嘛伫要开幕啊！ 人火盆栽伫温室内底开花，万紫千红，看到互人心花开。今年绿色博览会除了各种的花蕊，呈现出多元的生态，佮特别做新的舞台剧《梦幻岛》的艺术传说，将宜兰的海洋文化搬上舞台。那我们希望爱护地球，让地球呢能够健康。伫今年春天，然后澎湖的海上嘉年华，佮宜兰的食物大观园，会当共一个时间满足海陆相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